所归啊，对，三段啊，潮气。现在台语叫海调啊，海调，因为它本来潮就是上下嘛的意思啊，但是它有升有降啊，华语的意思大概潮就是升上去嘛，气就退下来，但讲叫伊海调啊，海迄个涨潮的意思啊，涨潮的意思。那无关于加侪专有名啊，所以咱以华语为准啊。来，一寡名注意下。高上悬的所在，满潮。上低所在叫啥？低潮。干草，啊，那你叠干草，贵满草，你叠贵地，长草，啊那贵满草，退来贵地。退潮，退潮你早看花戏吼，皇帝起来，迄个你有看过无？退潮。那个皇上在那个金銮殿那里，啊，下骹就讲安怎？高鸿万岁万万岁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啊，皇帝就说，众卿有事客走，无事花人客掉。啊，大讲上架，我迄阵看讲，这皇帝做好做的，安尼个下班啊啦，咱要下班了啦，啊，下班到那个后宫跟妃子玩了。三宫六院72房，后宫佳丽3000人，有吧？别墅多成修好。啊就，你不要看这上朝那么简单嘛。后来我看到那个历史哈，当然中国历史哈，有些朝代有很好，也有很烂的，但到尾巴就烂掉嘛。咱来讲百姓生活的可怜，因为你要知道哈，那个一直打国外的，就是我们说的。武功很好，就是求汉武帝安尼吼，百姓无一定过了好，无一定过了好。咱用迄个百姓过了好来分迄个中国的朝代吼，了解中国对这个朝代。我看历史啦，你知道中国哪一个朝代百姓过得最可怜？元朝啊。我猜看，中国百姓做的最可怜就是明朝。明朝啊，从第一个皇帝就很烂，人家刚开第二个朝代是前面好，对不对？然后走下坡，对不对？然后但到尾就被人家干掉，就改朝换代。不是明朝的东西，第一个就很烂，然后接下来只有更烂，没有最烂。你知道明朝后来有些皇帝多夸张，你知道？你安尼上班吼，佮无咯，做皇帝去20当吼，唔捌上朝上班，大臣唔捌伊，有诶干一工来啥物收着去上班来，大臣讲这啥啊？我连安尼练台词都那个吼，因为我对中国历史还蛮有兴趣的，我有看很多那个历史，你要让。历史，中国历史，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啦，但每个人史观，我是用百姓过得好不好来看这个朝代好不好，不是说像汉唐这样子哦，打的国土很大，那百姓会比好，百姓好，然后他的那个整个文化水准不高，要不然哪一个
为宋朝要的走向。所以宋朝迄整个的文化，虽然因为那种战争吼，个云南宋、北宋，个靖康耻那个被金国那个打，所以整个比较而言吼，宋朝是最好的。这是我的看法。当然我讲过我的边解释历史列史观哦，我一定讲大家学习，我用文化啊人民迄个幸福感的程度来讲。再来，咱来讲这个潮汐吼，这段涨退潮中的这块土地，咱也叫潮间带。然后要特别抓这个出来吼，因为迄个潮间带这个所在是生态系非常丰富的地方，这就好像湿地一样。咱想到这种湿地，因为湿地嘛是生态系最丰富的所在。咱的地球顶缘吼，有几个生态系做丰富的所在，比如讲啊，海岸群所在哦。你若讲海内底吼，对一个所在生态系最丰富，就是珊瑚礁。珊瑚礁的那个，你有看过迄影片内底吼？珊瑚礁内底，因为伊提供鱼群栖息的场所。所以它有整个那个生产者啦，那个一级消费者、二级消费者各种，所以它生态很多。陆地上哈，要说生态最丰富，第一名当然就是雨林啊。美国雨林它雨水丰富之下，什么生物都是要水分嘛。雨水来落去吼，内底生物多样性很好。来沼泽、湿地、森林，这些也都是还不错。你若讲像在沙漠啦、高山顶啦、南极的冰原啦，也有的就是生态系会，就是它比较单调的，没有那么丰富。所以咱这种潮间带，咱去看潮间带潮间带前做有名的生物，你知道？招潮蟹。招潮蟹招潮蟹嘛，招潮蟹就得背，招潮蟹的特征是啥？一大一小，对不？一般螃蟹是就去后变大啦螃蟹后就要小拍用的嘛。小嘛。个招潮蟹是安怎？小嘛。你是一支做大要小拍，一支细，安怎？小嘛。要食物件的。你会用家己食的，你袂当大你会家己食，我抢着家己吃。小拍大个派尔。你讲啊，用这只手。你听着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我以前想要问生物老师，这种解答我还没有疑惑哦。若说讲招潮蟹伊爱安尼，其他的螃蟹要安怎？其他螃蟹免咬我家己食，对无？尾其他螃蟹两支后拢咧相拍的啊，拢大支的啊。甲招潮蟹一大一小，你讲小的要夹给自己吃。有没有觉得奇怪？我一直有这个疑问，但其他螃蟹不用夹给自己吃吗？还是他们是互相喂食？不夹给你吃，那小一点要夹给自己嘛？那要小嘛，还吃得到嘛？对吧？你有听过写那个寓言故事无？讲那个地狱，到地狱，那个看着地狱内底的餐桌内底拢妖怪，但是餐桌顶有物件，但是伊拢食无，食无，要不然，伊那筷子是长的，所以他们夹了送不到自己的嘴巴去，所以每个都很饿，每个都吃不到，饿得要死。还有上天堂，同样的情况，但是他们都没有饿，为什么？筷子比较短。对，他们互相夹给别人吃。因为也灯笼，你想要你地狱就要自私嘛，然后自私的要合作嘛，结果你的低修等于无法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嘛，
所以每个人都很饿啊。好，这其实有2个问题哈，他不会用手拿，我来，我给来讲吐槽的吼，因为学科学迄个的毛病哦，因为追根究底吼。咬人，这个咬人，我第一个问题就想，这跟哪里的招潮蟹嘛？招潮蟹就是2种都有嘛，它有长筷子有短筷子，它不是它长筷子是攻击的说的嘛，叫用长筷子把人家筷子挡掉，啊，保护自己的食物，用短筷子。这不是我故意那个吐槽，是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其实，可能迄阵我一个朋友带我去教会，很好心啊，你知道那个教会的人都很好心，都希望你获得上帝的解救，好吧？好了，我假装自己还有救，不要辜负人家的好意。我给教会，做礼拜看另外十字架，看另外耶稣，伊到底告诉讲有一个，你看国外教会学校拢做严的，都很严格，我要注销管得很严格。有一个囡仔有做非位的，拢分学生爱母啊，上义教会学校，我在严格管教之下，看遐认真。叫一个囡仔，我那讲白话，安一看吼。奇怪，敢若一科数学课有够好诶，其他学共我拢唔读册啊，是安怎数学学足好？也问，你甲变数学变遐好是安怎？伊讲，无啦，逐个上课吼，看到顶悬一个人有登伫加法符号顶悬，我想迄数学读无好诶，还会安尼吼？他看到前面有个人定在加法符号上面。他想要一定数学没考好，才会这样子。我赶快念数学，他其他的都没念。我慢慢教会哦，基督教不能拜偶像。那为什么你们拜耶稣基督不算偶像？为什么人家的神佛就是偶像？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你说人家求神拜佛是拜偶像，禁止不可以。为什么你们可以拜耶稣基督？为什么他不算偶像？你说我是没救了，你下次不要来，你下次别来了。不会啊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朋友啊，我觉得他讲的很有，他可以说服我。以后后来给我改水嘛，他可以说服我。将来让他说，他说哈，如果你在敬拜一个对象的时候，你是跟他要东西，那就是拜偶像。如果你在敬拜一个对象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是说，我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，我要以他为效，那就不算拜偶像。那也是偶像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在敬拜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希望学习他的精神。我们不是求神拜，跟他要乐透的号，跟他，人拜拜咧，乐透所以咧钱啊问题，开无到就我用弹出来，弹给路边，讲无准，说你不准，那个拜偶像，求什么都一样哦。他认为求什么，就算求阖家平安、国泰平安，都是拜偶像。不然基督教是求什么？求我们家要死掉。他甚至跟我讲说，哦，你今天如果去拜耶稣基督，是要跟他求什么东西？那你一样是拜。阖家平安。那个走错路。祷告不是都说什么？谢谢奉给我什么？我听你的蛮有道理的哦。所以后来我觉得在我人生中哈，我会相信神佛。管理耶稣基督神，因为在我们学科学的不要轻易相信什么事，也不要轻易否定什么事。你未知的东西啊，有可能存在，你不能证明它有，你也不能证明它没有，你要存疑。
安尼科学爱进步，啊，科学爱进步。所以我讲，今天有神佛的存在，有可能。那你能不能靠着求神拜佛，希望你明天怎样？希望你什么事遇到，什么事不遇到？不可能。我不相信神佛有这种能力。那说我求神拜佛干什么？求神拜佛可以让你遇到人生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让你有勇气度过，而且让你这件事情在你生命中得到意义。我刚刚这样人生中没有什么好事坏事，只要对你生命产生意义，每一件事都是好事。好，这是我活到现在我的体会。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，我都希望说，平安卖哦，平拜佛。我就今天今天考试不要被打，今天考试不要被打，不能这样祷告，对吧？今天考试被打的时候，希望我忍得过去。好，因为你不念书就考不过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不要被打就要念书嘛。啊，你不能说，我希望我考不好，但是不要，你们现在没有被打了，我们现在被打得很凶啊。我小学的时候，社会考70分被打20下，因为我的标准是90分，少1分以下。然后我们老师拿那个椅子做的那板子打手，20下打完哦，然后让我手拿起来哦，但不会打到手指啊，手指的地方是肉色，然后中间一圈是红色，然后中间是黑色。黑他姐拔心的样子，黑青啦，中心真的变紫色了。我一样活过来。好啦，来，第二个题名词啊，上下阶叫做潮差。在台南公园大潮、小潮的分配，都连在潮差。这是个所在无共吼。好，咱来看是安怎会潮汐。这个地球，潮汐主要是月球影响我们，太阳有没有影响？有，太阳有，但是没有月球那么大。啊，太阳有，没有月球那么大。为什么？太阳是比较大，比较重。它因为重力的吸引海水，但是因为太阳太远，它400倍远，所以它的重力啊，没有月球那么大。我们重力是反平方，跟距离的平方乘反。所以呢，月球呢是这，这边的海水也有吸起来啊，吸起来我袂较夸张。我讲过啊，你要望喜马拉雅山，你就感觉粗粗尔，所以海水起安尼有起笑啦吼。银巴安尼哦，海啊，我袂较夸张啦，我若画真正的长头，根本看袂出来。那你讲这边要奇怪，奇怪，这边是安怎？本来会涨潮，本来会满潮，这边也会哦。这两边就干潮，这两边就满潮哦。这安怎解释？你会当安尼看吼，咱较简单来讲吼，这边的海水是第一部分，地球是第二部分，加的海水是第三部分。它跟月亮的距离拄啊是这上近，这上这上可，所以伊收起来引力1的部分上大，2的部分中，3的部分上少，所以伊就平安分开。好，安尼咱接受的，可以接受这种解释了哈。所以这边吸过来，这边引力小，少，所以这边我哪会迄个满潮，遮吸过，海水个位这两边，所以遮拢干潮。咱地球安尼倒过来，所以位遮到遮叫做啥？会考嘛哈。好，来，水到遮干潮啊，遮个水到遮叫啥？叫涨潮啊，对无？好，来到遮，搁退潮，来到遮搁涨潮，
安尼设一个偌久？12。举例对无？地球自转1周1天嘛，所以1天会有几次满潮，几次干潮？2次满潮嘛，2次干潮嘛。那是问题来啊！你射到遮的时阵，咱地球敢袂叮当？咱地球本来会行，伊行的方向甲月球公转啊，伊甲地球自转的方向是共款的啊，所以你爱逆时针，伊嘛安尼逆时针，所以今仔载转一个，转来到遮，地球已经走来到遮，所以你比如讲你今仔中昼12点，半暝仔12点，明仔载到中昼12点，其实是满潮，无，因为地球走来遮。你爱去转一丝仔过，太满潮，知影无？爱转偌久？来，咱讲地球转一个爱偌久？29点多嘛，好，咱剩30，所以一天安尼偌济？是不是1/30？对吧？但是你1/30圈，对地球而言，一圈是24小时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地球要转多久？是不是24小时的1/30？所以你要乘24小时的1/30，是不是不到1？将近1嘛，哈，所以大约多少？50分。所以今仔中昼12点，若拄啊满潮。爱明仔载中昼，搁差不多12点延50分，它会搁满潮，安尼知影无？原因伫遮，但地球毋是忽然间安尼转一个就跳过来呢，咱爱秒针的啊，伊是慢慢刷，慢慢刷哈。所以比如讲，你只要延，但是一零下次的满潮啊，你若讲下次的满潮，伊是射来遮对无？半暝仔12点，但是伊爱射超过偌济？就50分，搁切一半嘛，85分嘛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你若讲今仔中昼12点满潮，安尼可以半暝后一天的满潮的半暝12点25分左右，不说精确的啦，大约而已。你若讲这一次的满潮到下一次的干潮多久？是不要切一半？就差不多6小时又10几分嘛，12、3分遐嘛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这个潮汐。咱讲太阳影响嘛，太阳有哪有影响？所以太阳啊，伫遮是对面跟月球是加成的作用。若太阳伫遮啊是遮，拄啊扮演扯后腿的角色。所以太阳啊加成的作用，迄阵叫做大潮。伊的潮差会上大，所以涨潮涨最高，退潮退最远。若扯后腿时阵叫小潮，就是上两是大潮，两是小潮。做好分，太阳甲月球共平的时阵是两时，初一嘛，对无？倒平的时阵是两时。15嘛，所以初一15是大潮啊，上旋下旋就是小潮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这是大潮到小潮。好，咱看这个，咱利用潮汐钓鱼啊啦，船入去啦吼，袂搁浅，搁有潮差会当潮汐发电。你看这做有名的澎湖的双星石户。七美岛，伊这个你看海水鱼啊对潮汐安尼游落来，但是退潮的时阵，伊的出口足细，伊像一个漏斗的，所以免处理的时阵，足少有鱼啊，好是毋是拄仔去空走出去，但是足少，大部分拢互撞掉的，搁有两站，你走会出第一站，你搁走袂出第二站，所以两站拢有鱼啊后的。利用安尼，拢免去出海，免去撒网，
就安尼乌的，安尼就有鱼啊嘛吃啊，这是人类的思维嘛。